我哋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提提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ion。熱車南下時候咧，關於安全帶嘅要求喺香港，無論你係司機定係乘客，坐前座或者後座，開車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扣上安全帶。記住係車上每一個人啊，特別係帶住小朋友嘅家庭，更加咧要留意啦。唔同年紀嘅小朋友都有唔同嘅安全規定㗎。未滿1歲嘅 BB 就要用呢種向後嘅嬰兒籃固定喺後座，而1至3歲嘅小朋友呢，就要坐喺呢種合規格嘅兒童安全椅上面。至於3歲至到8歲以下，除非身高滿1.35米，否則呢，無論喺前座或者後座，都必須使用兒童嘅束綁設備，例如兒童安全座椅、便攜式嘅安全約束背心或者安全帶嘅調節器等等。而8歲或以上就可以同大人一樣使用安全帶啦。不過咧，身高未滿1.35米嘅話，8歲或者以上都需要使用安全帶㗎。記住啦，1人1條安全帶，大人細路都唔少得㗎。如果你冇佩戴安全帶呢，就會危險多多。一齊嚟注意安全道路，關注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，了解更加多嘅道路準則。祝大家喺香港旅途愉快，安全駕駛。